关心疫情的消息，美国总统拜登讲，疫情已经结束啊，佮讲无人咧挂嘴阿妈，即敢有影？台湾的疫情抑阁真严重，指挥中心讲，8.5伊上严重的时还未到9月2，即礼拜3，也就是明仔载，也是后礼拜3，就到上高峰、上济记录，一天恐惊会超过5万人。而且美国研究8.4.6这个病例一直升悬，恐惊会变成未来主流的病毒株。同时，除了新冠病毒，流行感冒嘛会警戒。感染科医师警告讲，今年恐惊会有300万到400万的民众去患着流行感冒。那我们帮你约下礼拜1的次世代，对，1个礼拜 OK 啦，我帮你直接电脑操作。今仔日会知影台北市次世代预防社主文开始，立场敲电话抛开电脑，说来替时大人主文，因为就算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疫情收煞，不过伫咧台湾煞无安尼想。2.5的这一波疫情仍然持续中，而且这个还在上升。千万唔通放放因为来看美国新冠肺炎的情形，已经来到每100万人内底有291242个人感染，不过伫咧台湾每100万人内底，煞讲有255118个人，含高峰期都还未冲起来，而且8.5疫情还阁伫咧拖，指挥中心决定愈济8.4.6个变种病毒，境外7例，本土4例，传播率比8.5更悬出10%。英国、美国等地看起来有慢慢占比逐渐在上升的一个情形，不过也都还不是成为主流的病毒株。今日代替8.5一个继续观察，随落来到流感高峰期，边境开放之下，好用2年造成免疫剂，过去施行率10%，恐惊会新增加到15%到20%，也就是讲，恐惊会有超400万人得到流感。他今年是因为在9月疾管署验到50例，大家预测今年可能会提前。今年流感一定很有可能会跟 COVID-19 撞在一起，同时感染2个病毒呢，疾病严重程度会增加30%。新冠肺炎疫情也未跌落来，流感病毒又要开始弹开，想要降低当前2种预防下一定拢爱做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